冲突，对方就会去想到，你敢若这情形，我嘛是安尼啊，所以就伫迄个所在，伊嘛会当，嘛是一个真好方法，互对方伊会当知影是毋是有即个偶像伫咧。咱若袂当真确定甲对方讲你的偶像啊，你心内绝对有啥物偶像，咱袂当安尼来讲。但是咱会当讲啦，我看见有即个问题，这问题到底是啥？你甲讲出来，用即个例，用即个甲讲出来的时阵，毋茫鼓励对方，就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检查伊家己的内心，然后看见讲伊的偶像伫咧，你就会当来脱离。用例，用即个故事，这是真好方法。咱较咱后壁会去讲起这部分。第六，咱毋茫咱拣一个真适当的时间甲地点伫咧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假使你要向人讲的时，这时间明明都要差不多半点钟才会当讲煞，伊敢若剩10分钟，你要甲伊讲无？你会甲讲，我需要较侪时间，咱后回再去讲好无？你要注意着讲有够遐时间无？伊今仔日心情无好，你敢要去下面讲这个代志？还是有啥物干扰无？有这后军的这个环境根本就无遐尼好势的时阵，咱到底要伫迄个所在来讲？对方感觉伊需要一个安全感，你甲带到伫圣殿咧讲，伊可能哇，感觉要用心肝共款。啥物伫因兜的客厅，伫伊上界安尼感觉舒适的地方，有安全感的地方，啥物是更较好？这是咱来思考的这个，表示讲咱有真认真，要安怎达到有智慧来讲这个代志。第7项。伫遐讲着讲，当面来讲的是尽量会当当面来讲。当面讲比你用电话讲，比你用写批更较有效果啲。因为你若当面讲，你会当看起伊的表情，你通看起伊这肢体言语咧甲咱讲啥物，伊真正讲即句话真正意义啥。我会记得咧学日文的时阵，伊甲我讲 “kekko 就是讲 yes， 但是讲吼无啊，你即音咧拄啊倒变，你爱看伊的表情。看有清楚，到底是结果是讲是好还是毋好？所以大家你真需要当面，你才会知影讲，这个人讲意思是啥物？你嘛才会当避下面讲底下讲，伊就讲安尼啊，因为你电话你毋知伊的表情是啥物，就做出毋对的这种假设伫咧。但是你若要甲对方讲话时，你当然需要事先的安排，透过电话、透过写批、透过 email 联络好的时间，安尼比你从无共讲，突然出现时，人心内非常无欢喜，嘛无准备，安尼是袂当达到迄个效果的。写批甲用 email 其实嘛有好处呢。伊好处是啥？你咧写的人，你需要时间，因为速度无遐紧啊。你咧写，豆豆写的时，你会发现讲，你着安那，你会使开始有条有理，本来足气的，哪写到一半，这敢若也无啥物，我哪会当时哪会遐气啊？因为你已经经过时间沉淀啦，你嘛过来想的时阵，你发现讲啊，其实无遐尼严重的。读的人免啊，读1摆、2摆、3摆伊读啊，现在我用听15回，我已经想起遐样去，原来是安尼，伊无迄个意思伫咧，所以咱就袂陷到讲马上听到就马上反应的即种错误伫咧。但是伊的缺点是啥？咱无办，迄毋是两方的，迄乃是单方向去。搁倒转来，去搁倒转来，你无办法现场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，会当伫迄个所在沟通。但是伊会当做着一个辅助的这种办法伫咧，当面会当来沟通，也是更较好的沟通的方式。第8个，你是要拍动对方的心，毋是要讲伊的毋对伫咧。上界互人会当防卫，就是讲你直接就讲伊的毋对伫咧。所以上界好方式安怎？咱毋通单刀直入。咱得对旁边会当入去，咱会当得到对方的信任以后，互对方会当这个戒心，无这个戒心者，用故事、用比喻啊，发生伫别人身上的，这摕来讲是真好方式。但圣经中间几项，包括这个拿单先知去甲大卫王讲伊做毋对的代志时，迄个故事非常的精彩。伊用安尼讲出来时，马上人听到讲，当然迄个好嘅人毋对啊，这个人足苦的。伊讲迄个人就是你。马上就知，原来我就是迄个人。我目睭内真影草我看袂到，竟然拢干来看到别人。所以用这种方法是非常好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就是要互对方伊会当注意到你所讲的到底是啥物。你若愈侪拍动伊的心的时阵，愈少讲伊的毋对时，你愈会当伫迄所在来沟通。
第9个就是讲，咱来讲的是，咱要交通，咱就毋茫当讲了清楚，毋通造成即个误解伫咧。咱拢知真侪即种冲突拢是误会，对别人听到话就开始产生不满，其实毋是安尼。所以产生真侪代志，咱到底要安怎？咱毋茫当去沟通好清楚的时阵，而且即个讲的话，其实拢是真的，嘛是真恰当，但是伊用的话语无谨慎。所以，互别人去误会掉伊的意思，伊就伫个所在来反击。我知有摆有一遍代志，有人咧讲，有一个人有啥物代志哦，你来去查清楚。伊讲我来查，查了以后倒转讲啊，无即项代志，敢若甲应一句尔。伊讲明明都有即项代志，你若无讲即项代志，就产生误会。原来倒转来甲讲是安怎？有即项代志无毋对，但是即个人无即项代志。敢若讲即句话呢，就开始产生这误会，伫迄所在发生去。两边拢讲的拢是对，但是用话用了无谨慎伫咧。咱来知影讲，咱的即种解说啊，无可能完全互人伫遐来接受。但是你毋通互你讲的这话，颠倒去产生误会，就产生拄则讲的。两个人讲拢对啊，但是安怎？你不但袂当解说着头前伊的疑问，连你讲迄个话嘛，互伊产生误解去，安尼就毋好。所以咱咧沟通的时，咱真需要来想讲，咱要用啥物用语，咱用的话语，就要愈清楚愈好，毋通迄种互人模棱两可。讲啊，你知吼，就是安尼，啊，就是啊，你知影啦吼，啥？其实你讲到最后，讲啥拢毋知影。咱真侪人才会安尼讲。咱若既然要去互人沟通，要讲好清楚的时，咱就用语非常清楚，迄项代志是安怎？其实毋是你所听的安怎。拢总啊，甲讲出来以后，你才会当得到才会当达到迄个清楚，袂去有即个误解伫咧。第10，乃当事先计划来讲什么？因为箴言第14章的22后壁讲，计无好的，要得到灵敏甲诚实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有事先伫遐来想讲我到底要安怎讲，这是非常重要，甲有帮助的。你要想什么代志？才甲咱讲着有6项代志，咱会使小想看觅。头一个你就讲，我今仔到底要讲什么？主要问题是什么？然后我毋知有啥物，譬如有啥物故事会当摕起来，互伊较缓冲一下，互伊会当安尼袂遐尼，遐直接去插着伊袂。然后我会想着讲，我要用的即种，我的感觉，我的形容词到底是啥？我感觉安尼，互我真艰苦心，还是感觉讲我着足受气。还是什么？你会讲出来，你会感觉人才会知影讲，这个代志对你的影响到底是如何。然后你就将这个问题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啊讲出来。你的建议，你有啥物会当实施的方法无？然后讲，咱若问题解决的时，咱会带来什么好处伫咧？这拢事先咱会当想好，想好了后是，咱就用一个较正确的话语、建设性的话语，伫许个所在来讲是。造就的话，毋是负面的话。好的，即种开场白常常会当互即个话有真正面的开始。即个开场白常常要注意着用请求，像讲你要去讲建议的时，那么我甲你讲吼安怎，啊，就伊甲讲落去啊。对方要听无听，讲着你着毋知影。对方嘛是讲我来着爱听你讲，但是你若讲我有一寡建议，毋知使甲你讲话。你甲即个主管交互伊，伊会讲。好啊，你请讲，你得使来讲，而真正确会当这样讲，毋是讲人还袂追求人的心，你着用通知方式，我就是甲你讲安尼，无。常常你若会当先问对方的时阵，绝对安那就无迄个威胁性，伊就当认真来听。咱毋通期待讲对方会当完全照着咱所讲的、所想的来回应，所以咱需要一个真弹性的应付。要安怎来弹性应付？你要演练。所以你就找一个你亲近的这种朋友，甲你练习角色扮演。你准备要起来，什么人讲时，我已经想好啊，我这6点拢写好啊，我要讲这问题要安怎，对方毋知安怎反应呢？请你一个朋友来，你尊重对方，来讲。啊，做你用什么真无好这种问题一直提出来讲啊，看我会当伫个所在的回应无？这就是有一个事先准备好要安怎讲的一种。更加完整的一种方法伫咧。那第11项讲，咱讲话时尽量讲用我来做开始的这种讲话，因为咱若要甲人讲的时，其实就是要讲咱的信息要互伊知影，所以毋是用要来攻击对方，用方式就是讲，
当你安怎时，我感觉安怎，是因为安怎，地够安怎。古一个例子就讲，当你讲你伫别人面头前讲我遐无好时，虽然是一种玩笑，但是我感觉我足受伤。我感觉我足受伤，因为你互我亲像一个戆人伫大家面前共款。所以呢，我即马尽量不爱含你做伙伫同一个所在出现。你啥物足明显甲伊讲啊？所以你安尼真明显甲伊讲的时候，你就会当互对方，你安尼讲时，会当互对方知影至少三项代志，就是讲你的行为已经安怎影响到我啊？互你知影讲我非常在意的是啥物代志，以及解说讲即项代志伫我到底非常的即种重要伫咧。当咱会当愈考虑到对方，会了解到对方的即种伊的想法的时阵，甲以及造成伊影响的时阵，咱就搁较愿意伫迄所在来解决这问题。你较知影要安怎来做。其实 peacemaker 呢，伊捌讲一个例，伊讲伊逐摆咧伊演讲，定咧演讲中间，伊就定来举一个例，伊就讲伊想举家己厝里的例较好，伊就讲就讲定来讲因太太安怎，就讲出来迄样代志，大家因为迄是一个敢若笑话讲，所以大家就笑，包括伊的太太嘛笑。有一天伊讲出来，伊一个好朋友来甲伊讲，伊讲我感觉你讲迄个例，你已经伤到恁太太啊。伊讲咩？我讲伊逐摆嘛伫遐咧笑咧。伊讲，但是我伫后壁看，我感觉伊内底有忧伤的灵伫。伊讲敢有可能？我转来问伊看卖啊。转去讲今仔日足趣味的，迄个朋友甲我讲吼，讲我逐摆来讲迄个笑话的时候，讲你已经受伤，敢有影甲？讲出来因太太目屎流落来，确实就是安那，伊受伤啊。但是伊刚刚伫迄个场所时，我无应该互我的先生做无面子，所以伊嘛是缀逐人笑。但是伊讲，你其实你每摆讲，我每摆拢受伤，你一直咧受伤着我，但是我拢无甲你讲。所以伊安尼真实讲出来以后是，伊才了解着，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来认罪，以后就无去做这个代志。咱嘛需要一个真正较有智慧讲时，毋是着安那用我的做起头来讲时，常常就会当互对方更较明白原因到底是啥物，伊对我影响是啥物，我在意的是啥物，伊安怎是遐尔重要的。第12，咱就要客观。咱若有真侪主观的时阵，咱就敢若咱咧判断别人。咱表示咱非常骄傲共款，咱常常用一种夸大的词语讲你拢嘛是安尼，你每摆拢嘛安尼，你将来就安怎？我相信逐人拢有这个经验的，牧师嘛真侪这种经验的。我若你讲啥你逐摆拢嘛安尼，其实才一摆、两摆、三摆尔啦。但是咱拢甲扩大，对方绝对非常的受气。对方倒转来，我哪有安尼？我哪有逐摆安尼？你就为啥？才无办法讲，因为伊无，因为也是无逐摆。迄个引起迄个是种冲突的言语，咱毋通用这种冲突，咱安怎较客观一个先，才袂感觉讲咱非常的这种傲慢，还是一种责备的这种态度伫咧。第13，讲咱基督徒中间，咱会使用圣经来做言语讲，这是非常帮赞，但是要小心，咱来用了真正确伫咧，毋通断章取义。毋通讲着用即个本来是咧讲即项代志，你甲摕去用伫即个方面。马太福音内底有讲着即个末日的时阵，厝里的人是你上界大的敌人。哇！即句话有一个青年倒转去甲因爸讲：“你是我世界上界大的敌人。”爸来甲牧师讲：“我饲伊是要创啥？即想要甲拍落。”甲饲伊遮大，竟然讲我是世界。伊佫甲我讲，迄个青年讲：“有啊，圣经在讲啊，马太福音第10章第几节？30、40还是36节？开起来看，可能有影有即句呢。但是呐，断章取义，句毋着例。这例是要讲即项代志，竟然用去别人，所以小心，咱咧用圣经的时，毋通有即种方式伫咧。你不但袂当说服，你颠倒会当疏远伫咧。圣经的话，亲像两刃的，比迄个剑搁较利。所以你若讲到圣经的话时，常常对方安那，就知影伊会毋对啊。你先要继续讲了，甲抬到体无完肤共款去，无。你要知影，伫时要停止，有时间互伊来思想，互伊知影，伊连来过路了，伊就知影。咱会记咧，即个是得理要饶人的即个意思伫咧吼。第14就讲，咱要求回馈。就是咱需要头家讲对方甲咱
会的时阵，咱才会当知影讲我所讲的是毋是真正确，